凤城。每日3点过后到临江去唱大会，夜夜度过至3日天。今朝第4日嘛，离市口镇的汽油市场也开始走。介绍老市场隔壁有位米阳，里向有个小开心豆叫杜子云，大家侪叫你杜先生。为人热情是一个老师迷，年纪嘛，我只21岁啊，介绍听诗听字18年子。那么哪为了听18年诗呢？其实个小辰光嘛，不会听诗的，跟着个爷啦到市场里向去吃么子的。为从前市场里向专门有托盘了卖零食的。哦哟，吃就来得个多，啥个盐津花菜嘛海盖来，再有个用个大头杯，那么里呢搿样吃得乖样吃得搿样。开头是听诗听不大多，不过慢慢间呢，他有点动作，再下来啥米质，那现在是变成功超级诗迷。现在说起来铁杆粉丝。前2日随帮市场里向下河诗牌子，得请关羽若、李凤春日上台唱苗金凤们，夜上台唱三小点吹响，接着开始清军责令。而这个杜先生是该只汽油市场的首长卡，对面随便啥个3市里不去的，帮啥该搭市场的。现在辰光500事体嘛，辣浪米阳门口呀，搭个李凤春先生两家头浪谈谈说什么步步他样。杜先生是个热心人，你对面同情李凤春，两家头年纪差方不多呀，所以对面谈得拢。介绍米阳的门口里围一只皮匠摊，老皮匠姓办，大家叫你阿办的。阿办是个上族人，也是个来听课。因为米阳里向呢，介绍有只副线的，里向专门要放14个节目，大诗啊、小诗啊、会诗啊。那么你一边呢，在摊头浪向做生活嘛，一边听说诗，日日听，日听，年听，那现在是还比之老年多着，还是个热心人。山高头现在辣大排队呀，个阿帮说，杜先生，李先生，那我今朝一开始在留下来是要请到两家头多多碰上做啊。李先生，你太客气做啊。李先生，妹妹看你此地小镇浪向人口么不多了，市场都有2户的嘞。对个。那此地么叫汽油，对个么叫平房。上户不多了，对30来年多。嘿嘿，那么儿子给他的那里相较近，所以呢，日常听课的有点个样。儿子你是给他市场了有个特点的。谁是输了为前头10分钟了，有听课要吹吹在。那因为一种农民伯伯，一到出来的辰光嘛，到底鸡蛋。到底蔬菜毛特子么毛点肉毛点鱼这样抽走去，搿种听靠最多不要紧个呀，你今朝最特么门家回回的来个呀。杜先生，许多人提醒我，不然我不今年年纪轻啊，我台浪向就是忙下去听靠提前白脱了，我当时师傅灵。你非得我要慌个，那现在呢提醒子嘛不爱在。边浪向个老皮匠一听嘛，李先生。你得能打个招呼，你的杜先生呢？日常不来听诗的，因为你里忙呀，才要做生意的呀。没准。杜先生们看米阳个，我们要走皮匠个，还是我们两家头呢？夜上来听那个诗。那么夜上呢，侪是正浪个听课，听课么不头个，耳朵么老个，啥个14先生好老秋老，侪辣盖读举例。不够能定心啊！里只市场是漂夫人的，啥个5只台子收3个人，啥个2台3了啥，里只事体里打500个，因为里只市场是里有首长卡的呀。单个市场或是指吃盐么，里要不看个。没准，李先生，你这个台浪向毛里的，我看生意不会太白个。没准，西巴锅子3贴子，昨天听两个老农的浪说明朝么要出来听诗在，陈大便么还要叫我老皮匠商量上面而来。李先生，此地市场里向吃唱的，你们骗子稍微多唱点啊。窦先生，那么伊来在呢？哪了？吃唱。你老皮匠听诗么？顶欢喜听诗呀，还是
那这样政治他理智，上台唱到第一个是我是不要听歌。李先生，我当然说，能台上都把的插口，都放两只血台们，保能生意好。那个你们真正也不在听诗们，谁是也听唱，唱们才有味道哇。那时我要听诗歌，我谁要听诗？我们谁欢喜听唱？我要听血台，我们也听唱哇。我要听血台，我也听唱。我俩高头一插起来夸子，李凤春一听没三出来夸，哎呀，这个杜先生，阿妈说，实在你到两高头讲得侪不错个呀。哎，你平台有4个字，叫说血台唱。哎，李先生，搿两句我们对个。正那个辰光，就是大街浪向过来一个乐乐，雨水水里向个浪叶林，周水呢，剪下一块木头一个hand把，把那个秸秆浪向，一大叶林嘛，一大弯浪弯浪，浪海呀，哒啷啷啷啷啷啷，哒啷啷啷啷啷啷，哎，大家听听啊，对过平房市场，请得来光衣裳个大香当。石县长乐先生为一对姊妹花，石县凤、石县黄三姑当，嘿嘿嘿！你让台唱苗金凤啊，夜里向台唱杨乃武，我各位奉送绿荫歌曲，机会难得，大家别错过啊！哒啷啷啷啷啷，哒啷啷啷啷啷啷。搿杜先生一听嘛，单纯子阿爸，哎阿爸，杜先生，那是你开得的正浪向南马仔，那是好你也听见了？哎。对搿个市场来办，花子大高地去弄山当请得来，早山当，谁是为子当你此地市场别苗头？跌当。葛么你夜里向面要做生意个，夜里向是不也得给他地来听书的？这是窦先生，你一定要来听。是个哇，我是七世中人哇。每正你是什张考哇？要来个，哎，要来个。非得你到两高头了浪讲噻，李凤春听也听不清爽，眼特个嘴，什么？哦。对公市场里向请得来13档啊，请别人我无所谓，眼眼的请得来13档，那么我哪弄法？我还是追，还是乱。假使我追，那么今朝我不开始，避开里多。哎呀，再一想，假使我不开始是不来噻，为的啥？因为个林先生。你本我实体单位，我个同地师傅是块人样的，我已经记得是收罪记着。那么我家师傅开始嘛，我哪弄法？对不起林先生，那么我家是乱，哎呀，乱下来的说法嘛，对过强的当啊，搿种说是全社会的闲话说起来啊，叫斗地主郎舔血吃，凡有生意撇脱，受到外头去是附近一带的上访。谁不会亲入去说实在？哎呀，哪弄法呢？边浪向个杜先生一口嘛，李凤春面色发白，显得了浪心虚。毕竟对过13档，你是男对档，咋怕跌发够你多？我们来泡他们这个单。李先生，别记得该啊！有句闲话讲，叫阿吃龙康，鸡吃锅，各人自有各人福。那么现在年纪轻呀，真是离本事当亏。假使生意海么，再喊500；假使生意不海个说么，屁事干学费。搿么闲话说出来之外，假使对过13档跌发够，那是红出来着。哎呀，那是附近到市场来背，谁也来听来着？那是阿对喏。哎，不然杜先生有额外奉承做你大一点道理。啥体？要不今朝我只能给留下来说事。这既然已然，不得不发。因为假使我不开始个说话，林先生本我实体单位，懂得要负责责，而是我假使追，搿是不来事，而且该那个上访叫我热情得来，都会为我们去上头分析各房间。假使我不开始嘛，也对不起该那个老板。那么再讲，林先生，你也帮我很适合，有这样的基础。我们只要认认真真、波波脚脚台上说事，假使能够做到日夜560个听客们，我已经知足了。哎，哪怕生意不大好，练本事还好个。所以想得该当当定之际，今朝夜里向正常开始。这个杜先生，阿爸说，谢谢你都对我捧场，我真的好好去说事。没哈。
不过我现在啊，也到单股市场里向去一趟。做啥？做啥？一要去报考。那么二人之间呢，逢春周年的单先生叫我计划得来，李位子不把我的小凤见面。该做呢，还突然之间当我同码头做跌档，可能性不大。这个让我带过去看个究竟。杜先生，我要带过去报考，因为单先生呢是老前辈，外加是我老乡人，所以我应当先去报考。哦，李先生，我晓得在像啥报考是那个行规啊？谁是呀？这个是你行规呀。那么我因为等下半日下子台呢，我要去唱堂会个，惠州的吃头鸭外面要开鸭场，所以我想来想去，还是现在上半日去头一趟。李先生，你特别懂规矩个。那么吃子饭谁要上台个，你还是得先举报。没喊我去。那么李凤春出来嘛，忙中带个平房市场而来，江浪向一路看看，市面的蛮黑。所以现在辰光，日本人侵略中国，此地是临沂区，这个市面黑呢叫外光翻者，这个三平人这个叫虚胖，老百姓叫今者有罪，今者在。一大路过来，固定上班的抬头一看呢，平房市场大菜，这可见书包浪向小黑了很。德清、光宇荣、佘县长、佘小凤、佘小王、日夜台唱、苗金凤、杨内武，实在是三党。不过不要去管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今朝我来报考中国不错的，所以大进市场一看嘛，呀。这可见小凤那样大酒的呀！小凤，一清早起来鼓楼趁手，谁知的风我们撒风在，酒队已经用脱2块，所以了大酒队。小凤学生辰光不打扮，所以不起眼。现在上台子呀，一打扮一天里是还有几个黄毛乌头18比，刮目相看。小凤今年17岁。身高1.6米，杀得五官端正，身材匀称，杀一张牛蛋脸，一双大眼睛，没黑个头发，一排细刘海，上身着一件粉红颜色的薄棉呀，下身一带长青边系扣子，一双紫红颜色的皮鞋，两条三辫子，一戴粉红颜色的蝴蝶结，再加上现在了伤风一样，眼睛里水漏漏，真是个水喷淡花子啊一朵。总而言之，以前吃么随便两个，现在辣大酒店，天天有人喊自家，对围过来一口嘛。哎呀，凤春，你怎么得给到底来个家？那么带过汽油市场实习呀？啊，说你了给到底实习啊？哎呀，口袋里比波浪向别块黑素嘛，像你出来的不上有了，你屋里向已经出子事体了孩子。凤春啊，小凤，你屋里向丈夫身体哪哈家？小凤啊，怎么难说？我丈夫个种毛病哪会得好？只不过是病病日脚子呀。那么去年冬至呢，一个大狼星嘛，你想里哪熬得过我？我今朝日要开始嘛，你都还是今朝日要开始。小凤啊，想不到我等你会得做跌宕的呀。小凤一听嘛，上原来凤出了单个实事啊！哎呀，搿两先生分得我讲清爽哇！李只得我讲，说给他的个老板亲自你寄到，一直不成功。给他的市场里弄僵脱，假使再不帮忙做一档数，老板一去城西路上点子。实干了，你理要继续。台浪向大市场之后，说屋里向有急事体，下趟再来补行。所以一听这顾得给他，说原来一进去到凤城来打对对个，这些都是俺是我随便拿不来个哇。阿春啊。三凤，我事先对他不晓得，你了给他的实事，这些都是我寻求不来的。你想呢？一个门道子一个乡邻，自家人打对对嘛，还不个种道理个哇？谁是呀？阿春啊，你了给他的实事是，我这个一记你接啥个哇？
那反复上等了此地设施，假使三十海么，非其实里，非一30副海的数字为本是134了呀。那么再说再，给到附近一道市场来背，还这样分为亲来着，你讲阿对？天下风也非非风也，娃儿句句我那心的。知心人说出知心话，相逢啊，我是走于万难后天。我家世间你身之下，家庭宋代也在见，我最孤单百岁衣，落魄将我入口里。大扇子来大是看的，三人俩生计死拉于口的。而今日与13当悲唱代代戏，马风戏，天血在大街，一比高低，非我牛。我是身不由己，可难为这位林先生上意相助我，一是他家当为人，怎能够大枝丫丫一缕意，怎能够恩人两字撇不比，相逢啊我一怕，门庭冷落杂臭子我一怕，我担当明确3分快，立足口难言，我一怕杂人能随所随意，相逢啊事到如今封口难，但愿相爱无事，莫在风浪西。小凤，我还没办法子，我这还暗暗对比是实在。那么我做下思想准备，万一生意真正不好嘛，吃点苦头嘛，
我也无所谓的，所以今朝我来报考。哎，王爷，你到先生家？先生啊，老板辈子出去报考在，是给他的对面人物，3天里都来听书的。出去这一些这样，大概是要做来着吧？哎，说了啥差，啥差谁的？佘先生来着。那么你那个样子呢？今朝都要搭里开开心呀！你是中等身材，五官呢为首端正，这2根头发是梳得上上亮、珠光的吧？我的那哈们，老老用2只苍蝇看见了，不敢飞上去的，上坡多上去要挖脱。身浪向扎有件上青颜色的印第安花呢梅子红开咖喱的皮包子。戴一副金丝边的眼睛，水里向拿好白一堆，搿张面孔是一面孔的老刚。那么你本事哪哈呢？那么就3个字：天晓得。不过我朋友啊，水活好，有心机。你晓得自家失血台唱4个字，侪是平常得吉，所以专门买河水的动的。所以那个河水啦，经常翻新。我讲老底子搿种小姑娘们，叫25、6岁一重关。你再难唱得好，面孔标致嘛，到25、6岁屋里要搞男人子呀，还是等到一结婚一搞男人么难办呢？也得要河水。所以个佘先生门槛真得不得了，连前牛这2个了，更加年纪轻的个小姑娘，16、17岁、17、18岁，大个花上一动，坐辣台浪向。不会唱，不会说，不要紧。只要面孔标致，台浪向笑眯眯，盯到2个老听讲嘴巴甜甜，还是阿条老伯伯多叫叫，微唱2句流行歌曲了，介绍谁可以上台的，不知哪不里想出来。所以得东得西，语文生意做立不败之地。现在说起来嘛，是张矛盾了后，生意来得好。今朝刚刚跟这个上访了，到镇浪向去帮忙2个有声望的听课，特别是到日本翻译屋里向去。这个日本翻译姓丁，叫丁翻译。佘先生都会去报考。是的，丁先生，此番人我带子2个河水啊，初到贵地啊，请多多捧场，也保护。那么2个小姑娘呢，刚刚出的，年纪还轻。台浪向呢，稍微嫩上一点点，不过呢，毛里的蛮毛里的，那么请过来捧场，有啥不得之处嘛，稍微要原谅点。那么丁飞又说：“此地小男伙呀，义气啥个，娱乐生活对的，我会得来的。假使戏好听呢，我会得热着来捧场。这样，包好课，那么佘先生为主的。”刚刚高浪向看见有杯棉花们到里向吃脱之后5、6双脚的，现在辰光鸡人浪向圆隆隆们是吃为主来的。达到市场一看没有，这可见是要问大把人讲了讲讲嘛，啥呢？哎呀，李凤春哇！俺个做你的那个小句啊？我为此呢，到小凤经常要排队，神仙叫避开呢，该做上访来请我了，本来我随便哪不答应。热到后来嘛，我想想好的，没好，打来来点点看。老实说，我是3个大，还是台浪向几户难嘛？那么男人来男担当，明吃3分亏，真正对了浪们唔少客气。3日天叫你马上滚蛋，不那个小句吃点苦头，让你不知天高地厚。万万想不到，不里多排队，创造子机会。所以的李凤春啊，你也晓得，你真正搭小凤一代厉害，你到两高的一品上当时，你弄我野人是让挖脱。现在小凤唱大美好。面孔这样标志，这个河水就和马桶里的了，不能挖脱子我难办，心里想是好得不得了了。实在啊，小米了后，面孔浪向这样笑嘻嘻，
叫口蜜腹剑老里。哎呦呀，阿成哇！李凤春眼睛拧上来，阿叔啊，阿成啊，我当时刚刚看出说绝对是你啊，是我你哪让吃的叫？那我们带过汽油试试呀。哦，你让带过汽油试啊？是的呀。哎呀呀，那么真个唔记着我，唔记着我自家人啊！该那个上方哪发得我说清爽个人？个上方谁对我说谁一枪嘛？该他吞得来个小实事。这个台浪向呢，文林的发了声浪，推起西来。哎呀，说好得了啥个野马铁头，台浪向么乱七八糟，千岗听卡，哪两个听卡么才得在光啊是了。那么对过市场呢，是不大开始的，最近么请得来啥个一个不得了了不得个头相当，是。那么哪该那个上方呢，上起了不长三个。哎，现在对过翻身么里呀，唔少靠汽车子同高地了，拿隔壁个房子买下来，哎，得为翻身，哎，那么市场嘛弄得漂亮嘛，我讲叔叔要带你弄好，得为到东山了来请你上山当。那么我开头不答应讲，我说你来让东山说实话，当中往里拿下最十年，那么碰到里多两个上方了，都是这个郎君，嘿嘿，肯新娘一当给。那么我得为感到该到哦，来自的方式晓得哦，对过谁是哪个为独相当？那老实实啊，听得个李凤春整个乌浪不出，来听呀！少介绍上我们文林县发了声了，推却西北独相当，那明明是让挖口我，让等我啊！阿叔啊，哎，你别去听你多哈说，我们那独相当呢，我不是刚刚出来，忽然有个大动儿。我不晓得该，你都该打点么三个档，我们对档肯定跌发更多个。那么啥子不至于嘛？因为我老想，你都该打点么生意肯定好，肯定靠我啊，听靠么铺进铺出，个单人光个的听靠，为的他妈哎呀不输的呢。所以我等了简单工，我专门等来阿说饭屋子里铺出来个米银汤呀。哦，个小区门槛也紧张。等我饭屋子里铺出来个米银汤，不哈得来说米银汤顶顶补。哎，我看呢，不是等吃米银汤，那不小朋友过米温汤呢。哦，这个呢，等吃米银汤。阿叔啊，哎，大家不晓得，只要付新鲜水，啊，只要打子熬上头是作业，做得个八字头巾啊，讲个这样。那么我们想不管多少，三点动点么，补贴阿挑个家用。哎哎，那么我想当然阿叔们。一个门道子里的乡邻，所以我先来报考。那么你阿说事情出奇在，所以到先问得了该打的哈讲这呀。哦，今朝你来报考的。是个呀。哎呦呦，阿春啊，这你光遇到个规矩是，你先得为主，我后得为考，应该我先得，你得去报考嘛，对的了。不，阿叔啊，你是长辈，应该我先来报考的啊。哦，你来报考的。是个呀。我看你今朝不是来报考，你得回来看小鹏的阿呆。先生，你非等了哈说啊！小娘不要插嘴啊！阿叔啊，我是来看那个呀。本来嘛应该下子带再来的，那么因为3点钟了，临港来套套，一进我去唱着堂会了，所以了我现在才来看你呀。一听我心里想好啊，这小句那让八块金，你听呀，非得市场下实施，我搞为了人家屋里向唱堂会，才2分多动的，哼，那么今朝去啥呢？哦，这个。为了让人家屋里向唱堂会来，是的呀，好个好个，没哈，这个动马的跌宕，是不是？那么听小鹏说，你专门家里开宾馆，是不是？没哈，实讲跌落浪了，眼眼的真正拿那撇脱子，那么真的上步骤啊，叫拿那个球头说那个猪啊，是不是？哈哈哈，哎。小鹏对先生忙忙你少记啊，搿种闲话，哎呀，我看啊。你分明是了理解我的冯春吧？对冯春妈妈非去彩礼，冯春还听出来这样，佘县长神气凌人。你分明是了天不我的小凤之间的关系哇，不去彩礼。阿叔啊，你不是长辈，那么我艺术浪向有啥个不足，或者是你听到啥个反应嘛？你尽管跟我讲，但你动马头演出嘛，是我艺术浪向进步的好机会哇。哦，客气客气啊，这个。年纪轻啊，叫英勇出少年啊。那么真正台浪向嘛，拿那弄得血淋到底嘛，
我对不住你多子要看，是吧？嘿嘿嘿嘿。那么我帮忙呢，还是呢，真正两只事了，干得出来。嘿嘿嘿，帮忙我打靠门，你打下靠门，是吧？我帮忙呢，还叫我还是能够说得下年轻的人啊，年轻人还是担当哇，是吧？理得不然花去说实事，那就是不人家叶子熟了，弟子灯笼来听书的了，是吧？谢峰对先生妈妈你听出来少气哦。搿平常我辣我门前是话一个写实事，是一个写实事。今在讲搿种闲话，分明是废话。乃是辣戳冯春的眉头哇，不知冯春也听得出哇？搿冯春哪会听不出？哎，像一个人没本事了，只还把人家多13。阿叔啊，哎呀，我没拿去过搭年轻人先生比呢，我是不管异想天开，这语文班呀，脸是不得了，红得发紫，刮啦啦个大香刀，我们咪咪三一点点个写实事。不过阿叔啊，那个两声闲话我懂的，那是老激励我，让我向上。搿大香刀嘛，还不是一出来就是大香刀，还是从写实事慢慢叫一步一个脚印磨练出来的。阿叔，你讲我讲得阿对啊？写出来个皮刀鱼那里吧哈，我等你个闲话里当补牙吃，打里唔熟的，回过头来，小凤啊，先生，今朝开始啊，台浪向稍微当心点，搿个创作部拿水点个开篇，创作大人娘啊，今朝个丁飞爷爷来听书个，丁先生不得了，历史上向一入啊，把人家发过来带路个，还有什么？先生，今朝过路吃力在。喉咙痛得嘞，那么得先往上来哈。今朝创作单唱开篇。你话头么来得个多也晓得，不得来么喉咙发还是了说。大人娘不唱，唱作单唱，搿么唱啥么子呢？今朝唱我母之事，精忠报国。嘿，也西夸子，大日本飞唱精忠报国，你让处理眉头呢？搿只开篇不能唱个。搿么你唱开篇嘛，也不是唱不离高头听个，你是唱不到高听个呀。啊，再说，啊。那么我关着呢，台浪向用点心思，非要混领头发了身了，也晓得。那个两句闲话是讲不讲不是叶凤听了，应不了李凤春听，因人说那非嘎嘎热，哎，非热不清爽，哎。那么说得个难猜，而是房间里向等等，不事体呢，非要经常市场里向来，女娃虽不能够多漏。都漏子了，也不冒动地个要抗，那高不灵个人。那么我出来倒酒的了呀？倒酒的呀，你当倒皮的呀？这样倒法子，乱乱吃。谢凤下家没办法，对不住来对冯春看看，你自个当心点。上楼像搿游戏拿水上哦。阿春啊，阿叔啊，搿么今日既然板子头嘛，也没少客气噻，哎。那么阿叔个人谈话么才好商量个，那么得知台浪向嘛，是我说也不客气个，而是啦，真正弄得来血淋大地眼，搿么我就没办法，而是得知台浪向啥人本事肯抗脱你，是吧？那么真正龙江个少年，喏，为书记个部属地们，阿叔为得得来端正好个，是我们首先将孙波边摸出来一块人样的。阿春啊，喏，挨了一块洋的，拿孙波边包包好，备用啊！孙波边袋袋里空了海湾，空是心要当官，啊是，挨个一块洋的拿好，万一真正生意撇脱么，为书记呀，不如的还有在。搿冯春是气哦，你听听看呀，40分开个了呀，说为书记个部署的已经当我准备好着，那现在我该当啥是被骗的，搿么呢？我随便拿脏气的不让你骗脱，哪怕死了台了，还要拿书杀害。那么要4块小针起步来，2副市场当来的。